好啦，乡亲啊，又到这个沙区来季节咯。目前阳明山平井街山樱花已经大开，刷落1月底，南投9族的樱花季嘛要开始咯。2月初，武陵农场嘛会当看樱花，啊那高雄三拿的花海节嘛开始咯。为即摆起，全台湾有真侪所在，拢通啊去看花、行春。 樱花开甲真水，有真人去赏花。这是阳明山平井街42巷的山樱花，未前过年花拢已经开啊。无论查甫查某，拢用相机、手机啊一直翕。搁到赏樱花季节啊，1月底9族的樱花季开始。园区有5000几丛以上的碧中樱、结叶甲富士樱，暗时搁有赏夜樱的活动。透早票嘛已经开始卖啊，原价850，即马只要620块。 过年时啊，有真侪所在会使赏樱花，像淡水天元宫的结叶樱，估计过年时啊会全开。19开始的高雄三拿花海节，规划5大花区的花田拢已经开花啊。时间上过是9族樱花季，为1月底到3月初，武陵农场上好的赏樱花时机是2月初8一直到2月8的连假。 最后是嘉义阿里山的樱花，3月初7到4月11，把握樱花开花时机提早规划，翕到美景，嘛会使留下美好的记忆。